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10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分享弃偶像迎真神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51章1到64节，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。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金匠对自己造的偶像失望，因为他们造的神明虚假，没有生命。耶利米书51章17节。经文在描述上帝要毁灭攻击巴比伦人，也呼吁以色列人赶快逃离，拯救自己的性命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应该要颂赞的是上帝，他才是掌管一切的造物主，而巴比伦只是他审判选民的工具。最终上帝也要对付巴比伦的罪恶，要审判他们。其中也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为巴比伦祷告神，上帝决定要为以色列人伸冤。他们哀叹巴比伦被攻取，变为荒场。最终上帝要照巴比伦对以色列人的方式来对待巴比伦人。在20多年前的瓜地马拉艾马隆加还是一个黑暗危险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很贫穷，充满了暴力和酗酒的问题，造成社会的问题，建了很多的监狱，但仍无法解决这些的问题。那特别家庭暴力很严重，父母都一起酗酒，所以有时候会看到很多醉倒在半路的人。所以很多人他们想要脱离这样的痛苦，就去拜偶像，寻求慰藉。他们当时相信马斯蒙是势力强大的守护神，这是他们坚固的营垒，而这偶像的背后势力深深捆绑着艾马隆加的百姓。在这黑暗的时期，福音真的很难来传到这个地方。外来的布道家常常会受到棍棒石头的攻击，最后被赶出镇外。教会也常常受到当地百姓的攻击。有一次呢，有6个人用枪管抵着玛丽安诺牧师的喉咙。当他们准备要扣扳机开枪的时候，他心里默祷求神来帮助他。结果当他们开枪的时候，没有击发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在这生死关头当中，上帝拯救了玛丽安诺，因此他就召集了众人一起来祷告。他们相信该是破除贫穷、暴力、迷信、瑕疵的时机到了。当代祷者同心合意来寻求上帝的时候，教会就神迹奇事不断发生，很多人得救，就进入教会。这时候教会也开始增长，一直到1994年，艾马隆加的4间监狱都关门了，镇上没有人惹麻烦，酒吧变成为教堂。艾马隆加从贫瘠之地变成肥沃的山谷。当他们回转归向上帝，土地也受到祝福，使得蔬菜长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大，也成为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。今天这段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上帝再次用许多预言巴比伦即将灭亡的话来安慰他的选民。上帝真是何等体恤人，他知道百姓这时候心中的绝望，所以他一再保证他必审判巴比伦，一再强调巴比伦只是他的征战斧子和打仗的兵器而已。从20节到23节里面，上帝对巴比伦说：我用你，连续用了10次。意思就是在表明巴比伦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。
拜偶像一直是上帝所厌恶的，而以色列和犹大会灭亡，都是因为拜偶像离弃真神上帝，导致上帝的保护和他的恩典离开。因此上帝使用列国来惩罚以色列百姓。耶利米书从46章开始，直到论述巴比伦帝国被消灭的第51章为止，不论是谈及埃及啊、摩押、亚门、以东这一些的国家，共同的罪状之一，都是与拜偶像的行为有密切的关系。而巴比伦的问题，它好像是偶像的制造发源地，也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问题。在第50章的2节一开始提到巴比伦即将面临灾祸时，开头就说他的神明马杜克被粉碎了，巴比伦的偶像蒙羞受辱，可憎的神像被摔破了。然后在第38节这样说，巴比伦是偶像林立的国家，偶像愚弄了人民。最后上帝宣告说，所以看啊，日子将到，我必惩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，在全境内到处有刺伤的人在呻吟。这清楚说明巴比伦之所以会遭遇到毁灭的原因，与该国偶像神明崇拜的兴旺事件有关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是否将上帝放在生命中的首位，永远与他有连结，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或是我们因为忙碌而忘了敬拜上帝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敬拜你，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我敬拜你，因为你是超乎万神之上。愿你在我生命当中居首位，掌王权，掌管我的生命。我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